國慶節同中秋節應該點玩？吃喝玩樂嚟羅湖可以玩足成日啊！仲可以感受到非遺文化嘅傳承。9月27號起啦，連續10日呢度咧就會搞一個深港澳嘅美食會啊！80幾檔食肆，會場集結晒粵港澳嘅特色美食，仲有台灣嘅大腸包小腸、重慶酸辣粉，仲有一啲最近興起嘅特色小食。嚟緊中秋仲有月餅賣，仲可以試食過中意先至買，無需跨境就可以打卡港澳台街頭同款美食啦！呢度咧除咗好多內地嘢食啦，其實仲有好多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嘅嘢食，好似呢檔咁啦，係澳門一啲特色小食，仲可以試食添啊！呢個係乜嘢啊？呢個係老婆餅。老婆餅，試下先，話好耐冇食過啦。好懷舊嘅感覺。香港大排檔啊！香港就一定要飲奶茶啦。港式奶茶呢，我哋係攞原茶葉斯里蘭卡進口嘅原茶葉嚟做嘅，喺14年已經入咗非物質文化遺產㗎。我以為內地先多非遺，原來我哋香港都入埋，哇犀利！仲要係奶茶，我最中意嘅，好重奶味，好重茶味，香港茶餐廳嘅味道。娛樂方面呢都唔少嘢玩㗎，好多啱晒上班族過嚟釋放壓力嘅遊戲。如果嚟得早，下晝嘅時間呢可以去竹江村呢度呢有一個地方有600幾年歷史嘅珍寶藏，元勳舊址，佢係深圳關內唯一保存完整嘅廣村遺屋，係探尋深圳歷史嘅必訪之地。仲有非遺市集可以行，同埋舞獅表演睇，喺現場真係感受到好濃烈嘅文化氣氛。到咗晚上呢，仲有民間音樂會睇，可以靜靜咁欣賞民間嘅文藝表演，感受非遺文化嘅傳承。今日我喺東門呢度呢，真係由日頭玩到而家夜晚啦，同埋已經食到好飽喎。佢呢度呢係27號開始10日㗎咋，快啲把握時間嚟東門呢度玩啦！下次見，下集更精彩。